Hello，我係 Testing 媽媽，今日會測試僱傭中心嘅服務態度。好啦，我而家打電話去德成。我德成僱傭。喂，唔該，我想請菲傭㗎。係你好。咁我想想請菲律賓姐姐嘅。咁我想海外定係香港原約？海外啊。係你想睇資料喎，因為如果海外就400個 file。因為其實我想格下價先嘅，咁想問下。我哋嘅收費7530。係啦，有9次呢個，咁再加一個菲律賓強制性勞保1000蚊，總數7977。即係頭先你俾嗰個價折咗㗎啦。係啦。咁包唔包香港啲？包機票文件費合約費，等住菲律賓驗親次嚟到香港驗親，送翻你嘅勞保險。即係菲律賓政府係咪都有個保險㗎？頭先你講咗啦，1000蚊嗰度，你加埋7977。如果我即係揀好咗工人之後咧，俾晒錢你哋先定係可唔可以落訂？因為我哋冇收訂㗎，或者你想睇咗資料先好冇？因為收全數落訂咗工人，因為7間分店啊嘛。有7間分店。好啊。唔該。好唔耐煩咁喎。